今日係香港回歸9週年，有團體巡遊慶祝。另外，有人遊行爭取普選同埋其他訴求。上晝嘅慶回歸巡遊大會估計有5萬個人參加，主題係和諧、團結同發展。駐港解放軍部隊亦首次參加。至於下晝嘅遊行由民陣發起，大會未公佈人數，警方就話起步嘅時候有19000人。遊行隊伍已經到達政府總部。羅輝祥依家就喺政府總部㗎。係啦，輝祥啊，遊行隊伍散咗未啦？咁其實咧，遊行隊伍嘅龍頭啦，喺5點鐘左右啦，已經係嚟到政府總部呢一度㗎啦。咁但係過咗個半鐘頭啦，目前咧仍然見到啦，不斷有遊行人士咧係行上嚟政府總部，喺呢個位置啦，仍然係未見到龍尾㗎。咁但係由於政府總部呢一度啦，係唔足以啦容納所有嘅遊行人士，咁所以佢哋嚟到之後啦，經過一啲簡單嘅集會啦，警方咧都要求佢哋立即離開，避免咧係同龍尾嘅遊行人士咧係堆埋一齊係發生混亂㗎。咁我哋可以見到咧，就係咧一啲遊行人士咧就沿住咧政府總部出口咧係離開緊㗎啦。咁喺度報道咁多，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唔該晒羅輝祥㗎。而民陣發起嘅遊行主題係爭取普選，參與嘅有學生、南亞裔人士、勞工團體等等，佢都提出唔同嘅訴求。由何文文報導。遊行團體下晝3點幾，由勞工同埋青年團體帶頭步出維園。仲未出發嘅市民着上唔同顏色嘅衫，主辦單位話彩色代表希望。警方估計出發時有19000人喺維園。遊行隊伍經過銅鑼灣時，警方封咗2條行車線，方便遊行隊伍通過。部分巴士站要暫停使用。由高處望落去，成條行車線都係遊行人士。氣溫超過攝氏30度，參與遊行嘅大人細路，就算戴帽同擔遮，都難免一身汗。有市民帶7個月大嘅女一齊遊行。如果你想有啲嘢咧，你唔可以唔可以舒適就可以爭取到，係啊。要點樣先得咧？要做啲嘢咯。正值世界盃，有人設計紙牌，將行政長官曾蔭權化身成足球員，要求曾蔭權唔好拖時間，盡快訂立最低工資。除咗大會嘅主題要求普選，參與遊行嘅團體仲有各種各樣唔同嘅訴求，包括反對中學縮班、關注勞工問題以及反對種族歧視等。政改方案推翻呢，政府咧一路都未俾到一個答覆我哋市民啊，咁所以咧即係市民嗰個怒氣咧係依然係喺度嘅。咁所以即係今日即係我哋都會睇到好多市民係唔怕炎熱咁行翻出嚟咯。遊行隊伍沿住金鐘道到終點政府總部。無線電視記者何文文報道。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喺家人陪同之下參與車一遊行。陳方安生強調，參與今次嘅遊行只係想表達對民主嘅訴求。潘慧琳報道。陳方安生由家人陪同去到維園，佢話佢冇私心，唯一個目的就係支持民主。今日參加遊行並不代表咧，我哋係挑戰政府或者係唔慶祝回歸。有一個市民批評陳方安生引起一陣混亂。有一個大批嘅傳媒包圍住陳方安生採訪，咁陳方安生嚟咗維園超過1個鐘頭，都未去到遊行嘅起點。晏晝4點開始起步，沿途有人鼓掌支持。多個人咪多一分力量咯。不過，亦都有人認為陳方安生係另有目的。有啲需求嘅，佢咁多年喺港英統治都係好獨裁噶嘛，點解突然間會有啲香港有啲忽然愛國、有啲忽然民主？陳方安生表明唔會行去政府總部，佢行到去軍器廠街就離開。而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樞機就喺遊行之前喺維園祈禱。無線電視記者潘慧琳報導。而新華社都有報導遊行，話香港部分市民下晝喺港島遊行，主題係爭取普選。而遊行隊伍中有人提出經濟民生等嘅訴求。新華社話，舊年10月，特區政府根據基本法提出嘅政改方案，得到多數嘅市民同埋多數立法會議員嘅支持。而喺朝早，政府同埋多個團體都舉行慶回歸活動。行政長官曾蔭權話：港人應該抓緊經濟機遇，不負國家期望。吳子文報導。
早8點，國旗同區旗喺金紫荊廣場飄揚。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喺上空飛過，消防船亦都致敬。升旗儀式一早亦都吸引到大批市民同埋旅客嚟到參觀。我覺得香港對祖國有好多嗰啲歸屬感咯。我覺得這個時刻是很有歷史性的紀念嘛。曾蔭權喺酒會致辭時話：回歸以嚟喺落實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嘅時候，遇到各種挑戰，但都取得成功。我哋苦心自問，香港人可以為國家做啲乜嘢呢？我認為其中最重要嘅就係將一國兩制、港人治港貫徹做好。香港經濟已經再步入增長期，我哋要抓住機遇，將經濟搞好，唔要辜負國家對我哋嘅期望。佢呼籲各界共同建構和諧社會。無線電視記者吳子敏報導。至於由19個團體發起嘅慶回歸巡遊，主辦單位話有5萬人參加，而警方就話大約有4萬人。方健儀報導。解放軍駐港部隊3軍儀仗隊步操入場。今次係駐港部隊第一次參加慶回歸巡遊，又表演軍權操。巡遊隊伍上晝分批起步。我哋期望香港進一步地社會更加和諧，我哋有咗和諧嘅基礎，社會先至能夠飛躍發展。喺老爺車車隊開路之下，巡遊隊伍經過銅鑼灣鬧市，踩高蹺舞獅，4大小美人飄色表演吸引途人欣賞。巡遊嘅終點站係灣仔嘅修頓球場。無線電視記者方健儀報導。